大家好，今日係3月嘅最後一日啦，咁又嚟到呢一個星期二積金易嘅時間啦。咁今日咧又同大家講下啲強積金嘅最新資訊啦。咁啊，第一樣嘢就打仗係啦，就美國同埋呢一個伊朗啊嘅戰事就不斷持續。咁啊，美國咧就更加講緊就係話，再係唔去開放嗰個海峽嘅話咧，咁就會摧毀晒佢所有嘅呢一個能源相關嘅設施，咁就都幾麻煩㗎，同埋要搶咗佢嗰個石油嘅嗰個小島啊，咁其實就嗰個市場嘅反應咧，都越嚟越多反應㗎啦，咁要跌嘅都跌咗一陣㗎啦，咁依家呢個時候唔跌都跌咗啦，咁應唔應該快啲走呢？定係一走其實佢又會彈翻上去呢？咁就我就唔俾得呢個投資意見嘅，咁但係大家絕對係可以去諗呢，喺自己成個餅入面呢，究竟要唔要有一部分，例如1/3或者可能例如一半呢，就係避險擺咗去一啲叫做保證唔會少咗錢嘅叫做 conservative 保守基金或者叫做現金基金，咁喺宏利度咧就叫做利息基金嘅，咁喺其他嘅平台咧，大家又睇下邊一隻可以做到保本咁樣，咁除咗呢一個話題叫做打仗之外咧，亦都今日同大家講下唔同嘅強積金類別啦。咁大家每次就係返一份新嘅工都要填張 form 噶嘛，要填夠100% 噶嘛，又有股票又有債券，跟住又有啲撈埋一齊嘅，跟住有啲係保守嘅穩定啲嘅，甚至乎喺宏利度會有獨家一隻叫做康健護理，就係攞咗嗰個叫做全球人口老化嘅呢個概念咧，就係關於嗰啲醫藥或者可能叫做生物科技，又或者可能咧輪椅嗰一啲嘅需求咁呢啲需求只會多不會少嘅。咁就算係個市場咧短期係有波動咧，佢係會跟住一齊跌嘅，因為佢買嘅都係全部美國嗰邊嘅醫藥相關嘅。咁但係佢個抗跌力就高啲啦，同埋長線嚟講咧，大家都係一個正向嘅預期。咁所以喺個成個強積金嘅配置上面咧，好多人都會覺得係一個可以作為一個核心作為一個 core 咧去揀佢嘅。咁係啦，又講多咗呢個康健護理添。咁仲有其他類別大家可以知道下啦，即係股票類型嘅、債券類型嘅、股債混合嘅同埋有啲保證嘅基金啦，即係講緊無論任何情況底下其實購買嗰個管理費咧都會唔會少咗錢啦咁樣。咁同埋咧仲有一種比較新啲叫做預設投資策略啦。咁有2個基金嘅，呢個係 under 積金局政府俾積金局嘅指令即係叫做即係大家點都要投資下啦，唔好全部擺晒喺啲現金度啦。咁佢會買緊2隻嘅基金嘅，一隻叫做核心累積基金，另外一隻叫做65歲後基金。咁佢哋2隻基金咧入面都有股票有債券嘅，就唔好覺得咧係叫做低風險啦，即係冇所謂低風險高風險嘅。低同高風險都有機會蝕錢同有機會賺錢嘅。講緊佢哋嗰個叫做波幅，叫做低風險就講個波幅細啲，高風險就波幅大啲，咁嘅意思。即係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有個錯覺，就係話我明明揀咗啲低風險，點解都會蝕錢呢？其實係會嘅，係啦。我哋買債券咪可能叫做低風險啲咯，個波幅細啲咯，但係一樣可以係會輸錢嘅。咁所以大家個組合上面咧就要讀下點樣去做啦。唔識嘅話就要揾啲識多少少嘅理財顧問，例如你面前呢一位去同你分享下，咁俾一啲心得你，咁去度下點樣去做。咁同埋咧再分享多最尾一樣嘢啦。今日 overrun 咗少少啦，明明係4分鐘多啲㗎嘛，係嘛，4-5分鐘啦。咁就仲有一個樣嘢叫做100法則咩意思咧？即係如果我哋唔知道股票類別嘅買幾多 percent， 債券類別嘅買幾多 percent， 保本嘅買幾多 percent， 我哋可以用個100呢一個數字去減自己嘅歲數。譬如我如果今年係35歲嘅話，100減35就65啦，係嘛？咁我就可以買65% 嘅高風險，即係買啲股票。咁4成
多啲就可以買啲低風險啲嘅。咁如果我今年已經係60歲啦，咁我咪一減60咯，即係40% 就買啲高風險。咁呢個就係課參考嘅，但係有更加多大家覺得有心得嘅，譬如覺得唔係打仗嘅，但係 AI 又非常之熾熱嘅，並且係美國嗰邊嗰美股7雄啊，嚟緊都會越做越好嘅，咁我哋咪買多啲美股咯。咁呢個唔一定係跟嗰個一減，即係叫100法則去減咁樣去做。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住咁多先啊，即係知道咗強積金嘅5大類別啦，同埋打仗啦，大家要唔要避啊？避一避啲資金啦，咁樣咁第時跌咗之後咪又買翻，咁咪容易啲升賺下錢咯。咁啊，同埋最尾一個就係分享咗個100法則咁樣。咁啊，今日5分半鐘同大家分享咁多先。禮拜5嗰個叫做週5直播室，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更加有趣嘅嘢。禮拜5嗰個我覺得幾得意，因為多咗好多新嘅 terms，大家可以知嘅。好，係咁。